总以3年嘅时间，我唔到底本记想到。我印象我嘅老对方，马卡拳掉嘅。印象我嘅老記變到似假嘅。213年，撒係一生人嘅承諾，人家本唔出來，係喜歡佢、好佢，還係真正愛佢。唔愛。有事嗎？我告訴你，你要麼就永遠不要給我收禮。你來這邊做什麼？你不知道這邊不能收禮物的嗎？這不是禮物啦，這是我剛順路去買的一些水果點心。拿回去。我告訴你，這邊的規矩就是大家按順序先來後到，要出境就這麼幾個登機口而已。來到這邊，每個人都是一樣大，家屬都趕着要進塔的時間。如果你們也趕的話，禮儀公司自己去想辦法。你要是讓 Johnson 他們公司插隊的話，我就告死你。你就直接檢舉 Johnson 就好了，他沒有禮儀師執照。那還搶你吃飯哎！或許有些話不需要說明，這一次准許你不告而別，放心去旅行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再有悲傷，假使愛上你，愛會點點困天堂。假使你相愛，手都愛夢都發sáng。我的微笑是你喜歡的模樣，我會盡量勇敢的一如往常。時間的網留住了美好過往，終究會翻越心裡的那一道牆。跟你们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們元福3處。你們運氣很好，今天日子不好，大家都在。這邊呢，就是我們金童玉女啦。拜託，金童玉女是放幾隻？叫小恩學姐。小恩學姐。這就是我們3處的紅牌、王牌禮儀師啊。噓，你們好，班狗，晚一點來。剛那個班狗就是我師父，我師父呢，他可是全。不好意思，請問一下。你們那個家屬接體的時間為什麼不能掌控到早上9點到下午5點？當然這是訂機票啊，說走就可以走。不是啊，我們可以跟家屬說我們已經下班了，叫他明天送來嘛。做我們這一行就像便利商店，24小時隨扣隨到啊。是。那我想你們這個工作可能啊不太適合我。這人死了都死了，還這麼趕時間幹嘛？而且你們這個行業的制度
也太没有效率了吧！我看啊，你们最好要是改进一点，进步一点，不然公司啊，早晚要倒闭。你在讲什么东西呀？你从哪边带来的新闻啊？你讲这什么话？干嘛？干什么？你不要来啊！喂，你好，我是赵胜伟。好，我过去。妙哎，做唔得接戏的。以前看万年做的人唔叫戏。杭州的吗？发生哪个事情啊？妹妹，做的房管的。跟我做去，我打电话看万年做的去食。唔是。你啊，家属迄条牌夫妇个家属，老是讲歹势，也临时有事情。即幕大部分嘅人决定去挨付的。有事情到本啊，我打电话去请你。我还忙到去。生逼，你是谁啊？赵胜伟呢？胜哥的魔女公主。赵胜伟呢？阿胜今天临时有事情不能来。他是故意不来，还是你叫他不要来的？没有啊，他是真的有其他事情要忙。对。有事？什么事情比他工作还要重要？我不是要第一生命吗？我的电话都可以不接。赵胜伟在哪里啊？不好意思，有没有什么我帮你们服务的吗？你帮不上忙，叫他过来，叫他过来。你舅妈本来就想要找她认识的朋友啊，现在赵胜伟有事，换别家更好。有。能不能看到你？还要求他？啊，你不要了，不要。好恐怖，我们走吧。明哥。你先回公司，我要去找一下胜哥。好，拜。语言讲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做得低再唔下。阿孫嘅堅持，我帶來呀。阿婆人来讲，你条牌东西本来了，你若去处理男朋友，才等来。忘记伊啥做题了？阿婆还有讲啊，你后面前个男朋友，全就当枪毙。做得去了两个。
缇奈，这么早就关门？阿正妈妈走了，我要去公司上个香。我要 himo。真看。干嘛嘅？我最近很忙哎。那你还在这里干嘛？不走。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啊？没爱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薪水呢比元福多了1/3，而且每个案子的奖金还比元福多2000。你也知道我一个人做忙不过来嘛。我是看你这个人做事很认真哦，在这边当服务生啊，太可惜了。而且我保证，只要你来，我马上升你做主任，你以后也不用熬夜了。江乐生，我现在还把你当朋友哦，可是你不要太过分好不好？公司以前好歹也对你不错，小心你到最后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你就是我的朋友啊，你过来上班嘛，好不好？拜托，来嘛。这你懂得你熬呢？妈，拢来公司咧。你咧？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好诶，真的留唔下来。他要去做业务，卖塔位跟生命契约，我能够说不要吗？公司人手不够，真人呐。公司最近业绩一直掉，好几个约谈好了却流掉嘞。我怎么好意思跟公司开口说要真人啊？还有，阿胜现在要请丧假，下个月我要小恩去参加公司内部的评鉴。李医师，有真在问呢，亲某妈有2年的资历，几张来去救的。藏医社头家摸也算资历嘛。现在公司啊只剩下麦校、小恩2位专员，你还要叫小恩去评鉴？我很离开死哦。临时找人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的准备跟训练。你也看到了，今天那2个上班时间加起来不到5个小时就走人了。我是拿着枪抵着他们上班吗？要阵仗我会不知道吗？要你来提醒我吗？白动了，白动。好了。唔讲係先講過來哦，情人節我一定要放假，不管係中國的、西洋的，還有日本用3年嘅飛機2年，要我有錢啦，以為冇會記。等一下，送點大嫂，趕快去忙你的，趕快去。是誰哦？
嘿，嘿，好，爱弟，好，按这些，好，拜。有看到生狗吗？冇看到。来大本班狗，佢咪咁忙呢？好乖哦，我唔确定吧。真狗，在不在啊？我小恩呐、真狗，开门啊！还不我进来啊！张胜伟，张胜平，快把我报警了！张胜伟。你还好吗？离职守则第1条，千万不要问家属你还好吗？因为没有人是好的，知道吗？你在找什么？我可以帮你找啊。我不知道。找不到有关于我妈的任何纪念品还是照片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马上就要去做死亡证明、储户证明，那上面只会剩我一个人。我不记得我跟我妈做过些什么了，我只记得她躺在病床上的样子。她没有朋友，她跟我一样没有朋友。她喜欢吃什么呢？她喜欢吃豆腐，可是到底是豆花呢，还是臭豆腐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什么都搞不清楚，但是我却想好了，她要用什么样的棺材，用什么样的骨罐。那到底是要树葬还是海葬？树葬还是海葬？树葬还是海葬？呀，漳州一件事，就好嘞。叫出来，忍不住叫出来。我上次签保管同意书的时候，已经哭。怕，叫出来，就没事情了。
谢。皈依哦，再帮我约一下嘛！你看我花都准备好了耶。哎呦，你的 FB 好，我再借我看一次嘛。一个人过情人节真的很可怜呢。真无瘾嘞！但3年店发出大哥嘞，我才嫌人唔要好冰条诶。哎呦，拜托啦！哎，冇事。文浩啊，按键无看到，这个无喊妈给啊，用大年做看蒙娘伊。是个僵尸。冇啦，伊萨克夫应用啊，我们先说一下啦。你说。我做这么久都没有家属约过我哎，奇怪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也看起来不像情侣啊，奇怪了。我们本来就唔配啊，你又不会求。哇，真劲！那你干脆跟我交往好了，走得么？真的。哎呦，至少先约个浪漫晚餐嘛！我情人节都没人可吃，吃了干嘛？吃菜就好了啊！哎呦，我们就先试试看嘛。研究没体数，没问题了。我讲唔可以糖咯，就死啊哟！发生了个事情啊！法律欺负你。莫讲我欺负佢，我打败都讲我欺负佢，天生我欺负佢哈，我咁有阿冇讲理噶？你看就很冇讲道理了。唔可能，我是讲欺负佢哦，冇咁冇晒都冇聊，真係去嚴復上班咧。你冇咁無聊。因為那冇講理啊。又係冇講理啊。去嚴復上班。啊，話潮用我打電話來講，我專業元素唔啦，咁我意思的喎，啊話都很意思啊，就佢講做得只正常時間上下班天。冇跟住阿潮用，冇跟住阿潮用。潘公司那個家屬，啱啱講對啦，都話家屬啊，一條的天數的嘛個，看見對馬需要，很意佢我因為我講你啊。佢拄好係唔講嘅了，愛冇拄好了，萬一冇頭冇扛啊，冇手冇扛，跌到我樣個死了。我冇按衰。你就有按衰了。我知道要顧我自家。唔要顧啊，唔要顧掌櫃了。我冇上當嘅都冇家己都啊，談來弄我較爽啊。唔係話爽啊，冇停啊冇了。你看到冇？還電啊，硬光硬太長啊，這才有。然後充滿愛的爭執，你倆就做在起個處理嘛。那以後就好了。我所有很呀，我開心。我要追他。看了對了，馬東西都跌下來了。我要唔掛好了。中文冇咗副架，一東西跌下來，又夾實了，你跌到。我知道我娘。我不會娘了。都無機會合作，又唔知你中意。
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泪。哎呦，哟，你全部都做好的哦，我来做张抽了。乖哦，你从边也懂，他们说没？我来来啦，哈。还以为你会送礼物。嘛该咯。录到的啦，来，录到的啦，做乜该弄的来做就好的。哎呀，调酒。来，坐在那。小乖，情人节快乐啊！你想去我钱，买蛮好送的，就得好了的，唔好食的本事，应该还食得了。哎，坐好了，知道。我去上班是没为了钱哦，那是想讲走得出去，慢慢行啊，交到朋友啊。电视上有讲那个什么人冇扣到副卡，用我扣快的，出去做些心情才会较开朗。唔是上海哦，你讲那边较好呀。我去打行路，我去个做安多东西，有抢嘛，老小孩来抢我爸爸。唔是上海做，你看那边好找的呢，我行我做的，来，是了。无啥下摆唔咧做嘅时节，门来送嘛。李叔送，公婆无上送的啦，怎么留发资本人咯？但迄人正咧，啊无啥下摆来做时，人袂送来啊。哎，迄眼无送啊，表示眼冇扎托，啊心肝都有唔呢。感觉我眼送唔出山，到时啊，本隔壁邻舍商家下户看到你同我扎托。我咱无搭小朋友要上咧，但係唔愛挨花，係希望人送來多3條。哎，你使當囉嗦呢？俺喺這個時節啦，你做得慢慢的考慮，可能我一隻腳踏到門內，一隻腳踏到門外，水彩唔青彩唔啦。哎，我看啦，下班隔天做挨到一個暑假年嘅貴係冇啦。哎，我講喺啱啱送嚟出3條吼，我看啦，打算做上個雜價啦。水彩唔啦，青彩唔啦，你平常做惡多安樣啦，全世界人冇人講樣啦。好誒啦，也冇個咱風俗啦。那有人講咱多死老公哈，就會喺人表示阿妹同阿爸因為相識嘅一生人，係咪？那個係阿妹冇送阿爸多3條，再講啦，人家買個石頭呀，小恩講錯冇啦。我是有聽人講，相對另一半行財嘅人。我嘛幾好啊，阿無就看到你啊，我想到唔好嘅地方啦。也嘛個爛土里啦，我最討厭人吼，佢冇經過頭腦思考嘅嗰種傳統想法，有種風俗路人就男人吼，面出來面啊，你就歡迎教嘅啦。真係吼。還有事情，我先去無閒，那對於問嘅問題再過來講。好啦，你無閒啊？什麼啦？排泄哦。唔會，唔該。康哥，多謝你。慢你講，你家下較保重。你先轉去啦，細番的平安就好了。有小恩哦。帶家屬去看地方啊，等下就會進。哎，做唔得啦，我同佢話去啦，去視察。好，好啦。好。
秋香，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我们一起去吃饭。这个时候问，对吗？啊，无要什么时阵嘛？等有空。有空啊，这不去抖的，每天都忙很忙，选日不如撞日啦。今天晚上好不好？啊，无你想要吃啥？意大利面、牛排，啊是咱来吃日本料理好啊。万哥，赢到新转去啦！我想要再搁带家一下。无相关啦，哪样事上爱做讲去上就好诶。哪样调好，我当然碰上。很是这样，唔好新转去皮亚说咧，根本是情人节，无转去啊！阿叔是要欠哦。唔是上岸头啦，来出家要安算。真嘅，也无事啦，唔是这样。俺上好3年，体谅就好。去到校园，你嘛该贵，你还蛮多诶。他迄老叔父给你，伫个无限嘛？哎，真奇少啊，也着先转去啦。跟他分手，不然我跟你难看。你要干嘛？分手，听到了没有？先把他放下。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这样。没什么好害怕，拿来。没什么好眷恋，拿来。没什么好眷恋，所以全说你们没有什么，我明明看到你们抱在一起，他妈妈过世了，我的心根本没有怎么样啊！你明明就喜欢他，不然为什么先是摔肾？他到底也是臭脸算的啊！可是这跟我们工作没有好处嘛！真的啦。我虽然做过小三，但是绝对不是你跟胜哥的小三。胜哥是我的长官，在工作上教我很多。
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你如果真的想要挽回胜哥，要不要试试看其他方法？也许先改变你自己。我要怎么改变我自己？你教我好不好？你可以教我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改因为我做什么事情他都不高兴。你教我好不好？你知道我最难过的不是他要跟我分手，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忘记，我没有办法忘记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快乐，我没有办法忘记。你教我怎么改好不好？你教我好不好？我拜托你教我好不好？是有这么邪门？每个案子都这样，要签约了，家属竟然给我反悔，搞什么？不然，明哥我们可以去拜拜啊。我每天都马拜，佛祖、阿门、圣母玛利亚、地藏王、观世音，我连棺材都拜了。我跟你讲。明哥别气了嘛，你就回家跟嫂子吃个饭当约会嘛。那个，我可以先下班回家了。为什么家啊？案子都被抢走了。陈明，麦笑。这位奈啊，做嘛唔食天花？手机几块钱？你用得个？你有白标，系冇？系啦。舒服嘅片含做得冇？冇乜嘅問題啊。因為唱你3年。等你啊！你想讲，不管你有乜嘅事情，應該行喺會講過來了，當初。好嘞，我轉去啦。啊，收拾本來。做嘛？我冇猜啊，難道讓你在我？我轉唔轉？我做你出好呀。同囉嗦呢？收拾本來。哎，本來啦。家下到底自己做乜嘅？就春天的一條髮，一條髮，記得是항상。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，不再有眼淚。我查过了，我这边一共流掉7个案子，最后都是由江神接手，用我们7折的价钱。一定要这样搞是不是？好，明天我就拿旧专案出来，我就不相信我陈秋香斗不过他。唔讲我现在就 Q 的转啊，圆满专案，又会给他9999， 99999。太火诶！唔通佢变价你要做慢咯？公司这样事啊，唔做样就安呢，做喺因为佢有成本的考量咩？
重点是让客人进门，你们礼仪师就要想办法，有本事把客人留下来，不要让公司亏本。医生讲树徛高，手莫按洋葱，包都按用去，哇是。你跳下伫个做嘛个啊？无啊，手公公公的啊。按子在啊，我先走哦。等一下有事冇？昨天说无，啊无去去请贵啊。来这样吃饭，要不会辛苦了。不会饭哦。都俩红还鸡皮哪个呀？不是啊。会排泄啊？说嘛不会排泄，手中怪咩？哪味怪啊？今晡日情人节。哦。唔惊刚刚结啊？有啊有啊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秋香你来。等一下要吃什么？吃什么很重要吗？我是认真的，以结婚为前提跟你交往。我今天会跟你出来吃饭，是希望我们之间要有默契，让我们的棺木先走，条件随便你开。可是喜欢你跟工作是两件事啊。钱我就会给你们更好的价钱。现在干我们这一行啊，都是用以量制价这一套，对你们这些资源的厂商来说太抠了。更何况现在元福根本没几个客户。那有可能啊。现在元福哦，10个里面有5个都跑到我这里来。你是用什么 offer 啊？我跟你们说哦，我那个合伙人的儿子现在还在元府里面上班。那你说嘞？哈？伊甲资料拢互你啊？啊？你叫卖笑伫元府做失败？跟我们签约比较实际啦，价钱是元福的2倍。这个钱哦，就是拿来花的，有钱大家赚，好不好？来，合作愉快，好，哎，拿去看一下。好了，好，来，我们喝酒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啊！我跳摆，无老硬没叫我吃饭过。这时节，还有假摆见过，都看到佢1、3年，错到你了。我真紧，想要带佢来家下，其实出茶祸。我下摆我医院看佢。都会醒来俩吃饭。难怪哦，我一下就想到来了。你想等一下，我已经穷人。唔对嘛？研发到。请你帮我告别时，就做定
本家所转去平静的国语啊，相信时间做得老所有嘅伤痛带走。其实，小你3年啊，就係無強用嘅。就算行強用嘅路，做強用嘅事，老跳擺，就係無強用。就係無強用嘅。但你強用，但你無強用，就算無強用，還係一個新的世界，我去面對。阮世界變得較好，阮隨後嘅人變得較好。你嘛，你还给把种老的大象嘞？听老七家讲，你听说爱老天公你的指甲变得还较好，你听说要做的。爱子谁？在。你唱吧没？看我好声。妈，吃饭呢？待会想吃什么？吃土鸡好。为什么？因为鸡啊。你很坏。嘿，哎呀！啊，我知道，海产店吃生蚝。吃生蚝想干嘛？吃什么？你觉得我想干嘛啊？文豪想干嘛？伯父。爸。四种反对，四种反对！我从电视会事情做出来。爸，妈妈，有数，有数。你会变动？你会变动啊？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爸讲？我没有空，我没有空。而且你是不是 gay 很重要嘛？我跟你讲，现在什么叫重要？就是我刚刚跟车龙、范董吃饭的时候，被邱老大看到了。他现在已经知道你在帮我。所以我连元福都回不去了。你觉得你现在回去的必要吗？我跟你讲，反正从现在开始，我们2个就一起做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就在同一条船上面，我不好，你也不好。麦少，你有没有听到？麦少。無喜歡伊3年，係清楚嘅事實。喜歡伊3年，係一種感覺。多少錢？这么开啦，好漂哦！謝謝。
悠悠，来去。是啊，来做点。苏阿娘，我娘去啊。我想讲啦。对啊。有一块以外。思思同佢去分辨，感觉啥讲唔出来。冇收係假啦！你知道冇收係現啊？根本唔干嘛吃太嘞？赖上我唔管哈，然后讲你也看不起哈。你现在是不是要逼我哭出来，你才愿意抱？如果是这样，我现在就哭给你看，好不好？罗小恩，你躲在那边干什么？给我站出来！你开始要准备以及技术式的考试，你盯着他。